懷孕咧去到37週，其實就已經足月㗎啦。如果咧你見到自己有以下嘅徵兆，例如陣痛、見紅、穿水、BB 喐少咗，就要入院啦。第一個咧就係陣痛啦。其實喺懷孕去到後期28週之後咧，你自己身體漸漸就會準備你生產嘅過程。喺呢個時候咧，其實你會有啲假宮縮嘅，譬如有一波緊，跟住就會鬆。通常你休息下就會冇嘢㗎啦。但係如果你真係作動嘅話咧，你就會發覺呢個宮縮越嚟越密，越嚟越痛，個強度亦都會加強咗。咁你呢啲就真係要入院啦。第二個係見紅，咁咧喺個宮頸嗰度會有啲黏液嘅。咁喺你準備可以生嘅時候，宮頸會漸漸地咁樣張開，佢附近嘅微絲血管就會同埋啲黏液就會排出嚟㗎啦。你會見到咧可能會有啲紅色嘅黏液啦，又或者一啲淺啡色嘅黏液。咁唔使驚嘅，呢啲都係見紅。咁但係如果你見到佢好似有啲冇黏液喎，係血嚟嘅咧，咁你都係要立即入院啦，因為咧我哋都要檢查下究竟邊一個地方出血啦。第三咧就係穿水啦，羊水咧喺個胎膜嗰度出嚟，有時咧可能係一陣一陣，或者咧係一波好比較大啲嘅穿水咁樣。好多時咧有啲媽媽都分唔到，究竟係因為懷孕後期嘅分泌物增加咗啊，定係咧係自己小便尿滲啊，抑或係真係穿水。穿水咧通常嘅顏色咧都會係透明或者淺黃色嘅，但係咧如果你發現佢真係你分唔清楚啦，又或者佢係已經有啲綠色或者紅色咁樣，有啲血絲咁樣咧，呢啲都係要即刻入院，等醫生檢查下嘅。然後咧就係講緊胎動啦。BB 去到28週之後咧，已經有自己規律嘅喐動噶啦，你多啲留意下佢。譬如如果你突然間發覺喺呢一個時間，點解佢會喐少咗嘅咧？明顯地減少喎，咁咧你都係要需要入院，因為一個唔舒服嘅 BB 先至會喐少咗嘅。至於飲食嗰度咧，好多時都有媽媽都想問：臨生啦，會唔會冇力氣生啊？要準備食啲咩嘅咧？其實就唔使特別準備噶啦。你保持均衡飲食就 OK 噶啦。喺你生產個過程嘅頭一 part， 其實咧通常啲媽媽都會覺得有啲肚餓嘅，你可以食啲輕食啦，譬如三文治啦，飲啲水啦，補充體力，咁就 OK 噶啦。去到後期差唔多活躍期嘅時候，其實好多媽媽都未必想食嘅，尤其是再加上個胃部嗰個蠕動慢咗咧，如果你食得多，反而你會覺得好滯咯。咁所以咧，你維持住輕食咁樣就 OK 噶啦。走佬袋咧有個小貼士，你就可以分媽媽嘅袋啦，同埋 BB 嘅袋。喺媽媽嘅袋嚟講咧，你可能會預備下自己嘅梳洗用品啦，甚至乎咧有一啲嘅衛生巾、安睡褲或者床墊嗰啲咧，你都可以預備嘅。